一個租房價係升定跌啊？東隅一品廣華苑、中冧城、明雅城天驕明苑、天驕豪庭、城東雅苑、天和府等等呢啲新樓盤到底點嘅樣啊？值唔值得買啊？依家係咪手好時機啊？在高州人生第一套房應該點樣買先買錯噶？高州嗰啲私包房選邊度好啊？邊度嘅私包房優質啲啊？今日我哋一齊嚟聊聊呢啲話題嚇。高州邊啲平區房咁值得推薦㗎？精裝房同埋毛坯房到底應該點樣選啊？係選一手新房好定係二手房好啊？係買嗰啲成棟個自建樓好定買神地皮嚟自己設計自己起好啊？嗰啲老舊步梯房仲值得買㗎嘛？歡迎新接播科技認真睇我直播3分鐘了解高州樓盤小區嘅優缺點手上預算有限嘅情況下點知買先買錯個廣告咧，最緊要係9年嘅房產有間房嘅問題基本啲個好易貌好都敢講㗎嚇只要你有房嘅相關問題都可以創喺呢度揾到答案個，無論你係買房賣房嘅問題都可以㗎嚇把你想要了解個平區小區中意設置樓盤你將個名稱打咗公屏上面來咁我同你分析個優缺點幫你避坑嚇在嗰種買房要注邊啲嘢有邊啲坑係需要避開㗎嘛商業貸款係選等額本金好定係等額本息好4樓、14樓、18樓呢特殊樓層可以買㗎嘛乜嘢嘅戶型係好戶型乜嘢嘅樓層係好樓層從我直播間停留3分鐘你諗低到個我都要講你聽㗎嚇真係想要了解個片區小區名稱大家啦各位伙計廣告啱啱開播來我哋高州依家嘅樓市行情點個樣佢已經係2026年個5月尾咧係嘛5月份呢又即將過去咁嘅依家高州房價係升定跌東隅一品廣華苑、中冧城、明雅城天驕明苑、天驕豪庭、城東雅苑、天和府等等呢啲新樓盤到底點嘅樣值唔值得買依家係咪手個好時機在高州人生第一套房應該點樣買先買錯噶高州嗰啲私包房選邊度好邊度個私包房優質啲今日我哋一齊嚟聊一聊呢啲話題高州邊平區房咁值得推薦噶精裝房同埋毛坯房到底呢啲選係選一手新房好定係二手房好係買嗰啲成棟個自建樓好定係買神地皮嚟自己設計自己起好嗰啲老舊嘅步梯房仲值得買噶嘛歡迎新直播科技認真睇我直播3分鐘了解高州樓盤小區嘅優缺點手上預算有限嘅情況下點知買先買錯個廣告咧最緊要係9年嘅房產有間房嘅問題基本啲個好易貌好都敢講只要你有房嘅相關問題都可以創喺呢度揾到答案無論你係想了解一手房、二手房，無論係商鋪成棟別墅地皮只要關於高州房產嘅問題你都可以打出公屏上來廣告同你分析個優缺點幫你避坑在高州買房要注邊啲嘢有邊啲坑係需要避開㗎嘛商業貸款係選等額本金好定係等額本息好4樓、14樓、18樓呢特殊樓層可以買㗎嘛乜嘢個戶型係好戶型乜嘢嘅樓層係好樓層從我直播間停留3分鐘你諗低到個我都要講你聽歡迎一路油條歡迎你歡迎小湯湯歡迎你的美穗1924嘅科技中冧城1期6棟樓套3房大裝修開價59萬50萬可唔可以攞到低老油條即係講你見啲二手房廣告要帶你睇睇到你認為啱正去幫你傾價你咁先問我我就問呢度可唔可以幫你傾係嘛
將首要條件咧係我帶你去睇睇個人為啱正幫你傾下。高文家園和城東雅苑推薦邊個？小湯湯，你將咧我想問你睇幾多房嘅正？幾靚啲樓盤咧？都係在城東嗰邊嚇。將呢高文家園咧，佢就係屬於正新規戶型。城東雅苑咧，佢就係新規高闊戶型嚇。所以佢嘅靚積佢個陣棟面積咧冇幾多同冇當同高文家園咧，佢個位置比較靚近到學校，近到市場，就亦都係公屋嘅樓盤，4棟樓4棟樓小區陣棟面積嚟講咧，佢得房率大概係100%咁幅度城東雅苑咧，佢個得房率去到120%、130咁嘅幅度所以佢嘅靚家嘅得房率買入。都係剛需嘅樓盤都係三四棟樓嘅小區但係呢高文家園咧，佢個價錢嚟講咧就去到6000幾7000幾城東雅苑咧亦就6000幾7000幾，但係咧人家城東雅苑嘅陣地面積多而且樓間距比較豐闊城東雅苑嘅樓間距去到大概咧就70米咁幅度城東雅苑嘅樓間距咧係20幾30米咁嘅幅度所以咧咁個情況下，高文家園個性價比嚟講咧，就買有城東雅苑個性價比高4房4房嘅話，嗱你將咧你有急房字嘅嘛正，你有急房字嘛正，不過兩個小區咧基本上咧，今年咧都可以交樓啦所以咧就冇存在遲交樓嘅問題都係今年大概咧都係10月份。左右呢都係可以交房嚟個小湯湯將呢幾靚啲樓盤城東雅苑呢佢賣得比較快佢係舊年10月份呢正開盤個已經賣到七七八八高文家園嘅話呢就成到呢就比較多成到比較多小湯湯你點關注未點關注你先點關注先點關注正你小湯湯，我想問下你係為咗細佬讀書定係點啫？如果講到位置，講到書包近嘅話，肯定係高文家園近賣菜嗰方面呢就比較方便但係呢從性價比嚟講呢高文家園嘅性價比呢就買有城東雅苑個性價比高堅持信念歡迎你堅持信念。明天幫我了解下城東花園17棟有乜嘢個戶型17棟嘅話呢估計呢就買有幾多戶型買有幾多乜嘢選擇因為呢12棟同埋17棟佢兩棟個戶型係一樣個17棟呢因為佢靠到街坊路12棟呢靠到志安道，所以呢12棟呢就買有17棟好賣堅持信念你如果呢一講歌幫你了解過你可以先點啲關注堅持信念先點到關注再點下低小風車再點下低小風車講歌下播之後到時候問清楚我就同你講問清楚同你講想買一套俾父母住個小區邊個小區適合將啲賣俾老人住個養老個房呢你一定要冇踩坑一定冇踩坑係咪啦因為呢養老嘅嘢你肯定係要係咪啦一個買菜方便係嘛買菜方便而且呢係比較安靜個比較宜居個小區正比較啱啲大小區或者講近啲公園嘅呢個小區正比較適合養老咁個水果佬我想問下你個意思大概去幾多錢將你買養老房嘅話你意思你總價意思大概去到幾多錢將啲養老房呢買晒咁大2房或者個3房呢就足夠啦由關鍵要睇你想幾大100萬嘅吧係100尺以下定係100方以下係100尺以下定100方以下年養
年人，因為呢高州好少外來嘅人口啊，所以講呢講嗰啲都係順應高州本地嘅人個習慣嚇，都係講白話嚇，都係講白話。所以講你如果講係你如果講你係外地個係嘛，馬識聽白話個咁唔好意思嚇，唔好意思嚇。三房兩衛100字以下定點咋？100方以下定點咋？水果佬，我諗下你係個100方以下嗰定點咋？你總價預算大概去到幾多錢？你講講呢個，你總價大概預算去到幾多錢？因為呢茅同高州係咪咯？高州只要分為5隻片區係嘛？你個需求係100萬以下係嘛？100萬以下嘅話，100萬以下嘅城東都有好多大小區啊！城東都有好多大小區，或者講係近到公園嘅小區近到公園嘅小區，我覺得呢都比較適合養老嚇。城東片區啱咪咯？水果佬，城東片區啱咪正啊？1924美術1924嗰啲科技呢，就做乜嘛？1924嗰啲科技。新系列三期升價，咩意思啊？三期升價，你講嘅邊度三期啊？唔係清楚你講邊度三期啊？1924啲科技你出住報間嘛？你出住報間嘅話，你打你個問題打詳細啲嚟嚇，或者同你講嘅係三期嚇。你講嘅係中冧城三期定係邊度嘅三期啊？冇太了解，因為好少會都在東莞上邊係嘛？如果講100萬字以下嘅三房呢，在城東邊咧有好多選擇，因為城東嗰邊咧你係高州新個中心所以講乜嘢嘅資源配套都係往城東嗰邊靠攏咗。城東嗰邊依家呢大細個係嘛公園呢都要去到5隻嚇，一個呢城東體育公園一個崇德公園，一個學院湖公園，一個北架山公園佢依家呢又準備做緊一隻中央公園中央公園所講大細嘅公園有5隻公園係嘛？而且城東嗰邊佢個商業配套各方面呢都係比較完善，都係比較好，而且比較有都市氣息所以呢你依家呢近到城東體育公園嗰啲房係嘛，全部都係新規戶型依家呢有3房㗎78方個。然之後呢有94方個2隻3房嘅戶型嚇。咁個水果佬嗱，你如果想了解過你可以點到關注，再點下低聊車，講嗰下步之後發啲嗰啲小區個戶型圖俾你睇嚇，發啲小區嘅戶型圖俾你睇佢近到公園，近到潘州廣場所講嘅啲生活便利性呢係非常高嘅嚇。非常高個非常適合養老非常適合養老非常適合養老就報間科技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你想了解少啲片區少啲小區嘅房，你都要將個名稱打出公屏上面嚟嗱，佢而家呢高州主要分為5大片區5大片區，一個呢城東片區一個三味片區，一個舊城區，一個寶崗片區一個石仔嶺片區5個片區即係你如果講係為咗細蚊讀書個想優質書包個，咁我建議你可以考慮舊城區，因為舊城區呢集中地高州90%以上個優質書包係嘛？你好似小書包負一小文明路小學係嘛？有嗰啲一小你好快搬為城東邊嗰啲呢就係比較優質個小書包，然之後呢中書包嘅話就係高州中學初中部係嘛？然之後呢就係一中初中部嗰2隻呢亦都係高州比較出名個中書包所以呢基本上都係集中在舊城區係嘛？不過呢舊城區呢個缺點呢就係一個老舊
如果係想新個係嘛，想新個又想書包靚仔啲個，那麼城東嗰邊個小書包嗱，你好似高文小學啊，或者講係嘛？未來九月份個新嘅寫少，亦都在城東嗰邊落戶嚇，城東嗰邊開學啊，所以講呢未來城東嗰邊呢會兩間小學，亦係都比較有名氣個嚇。比較有名氣個所以講想新嘢個想新嘅戶型個，那麼你可以考慮城東嗰邊嚇。高州個郊區你好似寶崗啊、石仔嶺啊，價錢呢一般呢都係3000幾4000幾個價錢嚇，3000幾4000嘅價錢依家呢蠻貴嚟㗎嚇，所以講呢你如果講你手預算有限個又想去高州揾到房個，那麼寶崗啊、石仔嶺嗰啲房呢就比較啱比較啱其次城東個房呢係高州最貴個5000幾到9000幾個價格都有5000幾到9000幾個價格都有不過呢依家呢城東嗰邊有隻樓盤有隻樓盤亦可以做到4字頭個佢係國企個佢係國企個，不過呢就舊規戶型舊規戶型現房。即買支裝修入住嚟個所以呢佢嘅依家呢就因為呢周邊呢好多新規戶型嘅係嘛，新規戶型所以講呢對佢造成一定衝擊咁嘅情況下呢佢依家呢以價換靚推出有4字頭嘅房4字頭嘅房所以講有乜誰想城東邊個又想國企嘅房個設計你想了解嗰啲樓盤個，你可以先點關注點關注再點下低兩款車咁我下部之後發啲資料俾你睇城東邊有4字頭嘅房，而且係國企現房嗰隻MOM 嗰隻房嘅想寶崗坪區嘅房吧，想寶崗坪區嘅房有寶崗坪區依家目前大大細細嘅樓盤一手㗎，大大細嘅樓盤呢有成績咁多但係有隻樓盤呢講講話嘅推薦碧茂園個星業灣講講話嘅推薦你可以直接 pass 咗佢因為畢竟呢係咪咯資金鏈有問題個係嘛，嗰啲嘅樓盤講講呢唔係推薦因為寶崗坪區你好似世界花園天意吉祥嗱嗰啲龍灣嗰啲呢都係現房嚟個所以馬前在咩簡標降配，亦馬有咩個資金問題所以嗰啲樓盤嗰個呢就可以介紹俾你，不過呢任何一隻樓盤呢都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所以呢你想避慳個想揾填購優惠個，你都可以L公哥點到關注L公哥帶你睇幫你填購接收舊城區改為市中心，區會好很多，也會提升高州市形象。伙計，將舊城區你填字改得到佢形象得個全部呢都係啲老舊個房全部啲老舊房，而且呢啲街道又狹窄係嘛，又經常塞車樣嘢係咪咯？將啲居住體驗感呢係買幾好個居住體驗感係絕對係比馬上城東嗰邊個所以講呢幾年呢新嘅中心呢絕對係在城東邊片區嚟個城區呢只有會越來越空心化係嘛？你包括嗰啲學校都會陸續，我個人覺得都會陸續以後都會陸續都會搬出遷出舊城區呢個，畢竟舊城區個人口肯定會越來越少係嘛？因為呢房嘅啫係嘛，你就好似衣服咁樣個係嘛？你越着得耐肯定越舊越舊越破係嘛？你改造個空間呢係好細個呢開發商呢佢寧願去推啲山頭來起建房呢，都冇會願意去花大價錢去賠償去鏟嗰個呢個舊小區舊個步梯房嚟起房來建房來做嗰啲咁個改造工程所以你講個阿王爺，你講個幾隻咁個應該係行馬通個
成東花園嗰度買，成東花園個均價去到7800啊，7600、7800個區間，整個高州在整個成東嚟講呢係屬於大型貴個啊樓盤嚇，大型貴嘅樓盤啊。當然你成東花園呢，佢走嘅係高端路線啊，走嘅係高端路線，新開戶型啊，新開戶型佔地面積多啊，而且呢嘅花園比較大啊，花園比較大，而且依家呢基本上係整現房啊，整現房，所以講呢今年呢個條件就決定到佢可以啊價錢呢可以拔高嚇，可以拔高啊。不過呢你如果講想成東嗰邊想性價比高過仲有啲其他樓盤可以推薦俾你嚇成東花園呢就係即係講價錢嚟講係屬於大型貴個嚇，大型貴個大型貴個從價錢嚟講呢佢就買最優個選擇嚇，就買最優個選擇啊。213嘅啫，伙計，213邊個樓盤？你想問邊個樓盤咯？你想了解邊個樓盤啊？你想了解邊個樓盤啊？嗱，高州呢只有分為5大片區啊，你想了解4片區個房個，你都可以將佢個小區名稱打出嚟嚇，都要將佢個小區名稱打出嚟嚇。高州有哪裏有別墅？有啊，大把嚇。大把高州別墅大把，你想老城區個有嚇，老城區嘅嘉豪花園啊，係嘛？永怡小區啊，嗰邊博雅新村啊，係嘛？嗰啲有嗰邊自然新村有部分別墅嚇，有部分別墅。然之後呢郊區嘅話，九龍湖都有嚇，九龍湖。然之後呢寶江名區入邊碧桂園鳳凰城嗰邊有啊，然之後呢欄杆玉龍灣嗰邊嚇，欄杆玉龍灣嗰邊亦都有啊，欄杆玉龍灣嗰邊亦都有。然之後玉湖君悦府亦都有一手個別墅買嚇，亦都有一手別墅買。價錢呢係9000單價9000蚊至起嚇，單價9000蚊至起，到萬幾蚊一方都有嚇。新個一手個嚇。一手個毛坯個別墅有然之後呢三美嗱講呢，三美東園新村亦都有別墅嚇，亦都有別墅所以講別墅呢比較多㗎，別墅比較多個迷惘你想大概幾多錢個別墅先得你想大概幾多錢別墅個？你如果講想便宜貨個，那麼佢而家你食仔嶺嘅低，食仔嶺個低嘅我九龍湖嗰啲嘅別墅可以講得上係高州最便宜嘅別墅嚇。可以講得上高州最便宜嘅別墅但呢九龍湖嗰啲位置馬丁你就冇能夠接受嚇位置呢就稍微偏好多嚇，位置稍微偏好多湖光山色點講？湖光山色係屬於二手房嚇，湖光山色我可以講得上在成東嚟講，佢個房價呢係比較堅挺個即係講呢房價屬於在成東嚟講呢。嗰啲仲有好幾億小區嘅樓盤佢房價呢比較堅挺過湖光山色係其中一有明雅城咯，跟住府嗰啲小區佢個房價呢都係比較堅挺個，都係比較高個普遍呢都係7000幾8000幾7000幾8000幾嘅價錢所以呢我覺得如果講係咪咯，去到乜嘢700千蚊係嘛？係舊區戶型嘅話，我覺得呢，我可以直接去揾一手個新區戶型直接揾一手新區戶型咧嗰隻 Y2 石澳，你問湖光山色嘅房，問湖光山色嘅房，你係想買嗰度房定係有嗰度嘅房想放賣你係想買定係想放賣你講緊你個情況呢個所以呢我覺得係嘛，就成東嗰邊二手房如果去到買性價比嘅話，我覺得呢直接係買一手個新規戶型一步到位畢竟新規戶型係以後未來發展嘅趨勢係嘛同等價錢係咪啦？你舊規100方同樣係100方100方係嘛？你舊規嘅話
100方嘅使用面積呢，得房率呢大概係90方嘅啫嚇，90方。但係呢新規嘅話，你至少都100方或至少都有8方起嚇，至少都有8方起係嘛？高嘅話嗰種新規高擴戶型嘅話，去到120%、130嗰個得房率個嚇啊，所以講呢係嘛，買有對比呢就買有傷害嚇，買有對比就買傷害個啊。天橋豪庭107方個戶型挺個樣，伙計你13嘅伙計，我聽日同你講啦嚇，你講我你個需求呢個嚇，你買啲戶型挺個樣，我聽日同你講我你需求呢個，你係為咗細佬讀書定係點止咩情況啊？你個意見大概去到個多係嘛？仲有呢天橋豪庭個戶型有好多係嘛？戶型有好多107方個啲係新規個係向南個戶型嚇，係新規向南個戶型係嘛？仲有你講我哋個需求，我仲可以幫你分析下，分析得到嚇，仲幫你分析得到嚇。讀書吧嘛，撈金讀書嘅吧嘛，讀書嘅話天橋豪庭佢個書包比較靚仔嚇，佢係新個試一料從舊區。中山路嗰邊搬過來個，所以講呢佢啱8年名校係咪咯？佢個書包呢絕對係優質個嚇，絕對係優質個啊！佢個價錢來講，在城東病區來講呢，亦馬算係貴嚇，因為畢竟佢個花園比較大，136畝，容積率呢去到2.5個，所以講佢在城東來講，佢個性價比都算係比較比較 OK 嚇，算係比較 OK 係嘛？跟個213嘅伙計，將呢107方個戶型呢有好幾積流動，有好幾棟有個嚇，將呢你睇你想試棟嚇，有啲棟，你睇個想試即戶型東頭西頭係嘛？有啲廣告碼嘅推薦嚇，213來70八嘛，213來70八嘛，213，因為呢佢跟個佢天橋豪庭因為呢佢近到嘅邊近到嘅永清大道個咁多棟呢，咁多棟都2棟3棟都有107方個嚇，都有107方個戶型嚇。你會睇過天橋豪庭個房嗎？你要睇213，你要睇過天橋豪庭個房嗎？你有去睇過天橋豪庭個房嗎？嗱，天橋豪庭個房呢，佢向南個係100嘅方，就係向南個向南個呢就比向北個戶型要好嚇，要比向北嘅戶型要好係嘛？將呢佢兩隻戶型107方外有東頭有西頭係嘛？講呢就建議你可以考慮花園裏頭個，畢竟呢靠近路邊嘅話呢，肯定會嘈吵近到珠江道嚇，近到珠江道會比較嘈吵會比較嘈吵。你個意見大概去到幾多咯？意見大概去到幾多啊？想在城東，所以考慮性價比。將呢在城東來講嗰啲天橋豪庭嘅性價比來講呢，都算比較高嚇，因為畢竟佢價錢來講係咪啦？佢相比嗰啲西樓盤，大家價錢呢基本上一樣，但係呢佢花園比較大嚇，花園比較大。213如果講到四房嘅話，天橋豪庭個有啲四房，我講埋推薦嚇，有啲四房我講埋推薦埋個推薦。直播伙計有乜問題即管單一下，你想了解市平區市小區嘅房個，你可以將佢名稱打喺公屏上面啦嚇。嗱，講呢小區就係9年嘅房產，如果講你近期想在高州買房買識得點選，又怕爭，又怕買錯，又怕買貴個，你都可以點到關注，點到關注後期有任何問題，關於高州房產嘅問題，你都可以來講嗰直播間打喺公屏上面來，真係想要問嘅問題打喺公屏上面來，講我同你分析下嗰啲小區嘅優缺點。幫你避坑嚇，幫你避坑個
想一講哥幫你備坑，幫你揾填購隻數個啊，你都可以點到關注嚇，都可以點到關注。嗱，記得一手房嗰個帶你睇，馬上收你任何費用㗎嚇，馬上收你任何費用㗎嚇。糾結一點就係人台貌正，就呢幾呢就各花入各眼啦，係嘛？各花入各眼係嘛？佢幾呢佢個外觀造型嚇，外觀造型個啊，就呢撈金。嗱，你如果講係想在成都嗰邊上車嘅嗱，成都嗰邊其實呢有好多樓盤新開戶型嘅選擇啊，係嘛？啊，如果講你如果講你係對嗰啲人台貌嘅感冒個係嘛？嗱麼？成都嗰邊有其他㗎，你好似成東花園係嘛？天鵝湖、和盛悅景啊、成東雅苑啊，嗰啲都係新規高擴戶型啊，都係新規高擴戶型啊。所以講呢係嘛，有好多選擇係嘛，關鍵呢係要睇你個意見啊，要睇你嘅意見去到幾多嚇，睇你意見去到幾多。或者講你想便宜啲個係嘛？想便宜啲個又想近到成東邊個，那麼3米平區亦有4000幾5000幾個單價個房係嘛？同天驕豪庭差唔多戶型差唔多戶型差唔多。或者我哋想便宜啲個3米亦有3000幾4000幾個價錢都有嚇，3000幾4000幾個價錢都有撈金年底要回翻嘛？你可以可以嗱撈金你可以先點到關注證嚇。可以先點到關注證嚇，點到關注證再點下載了車再點下載了車講哥下播之後你發啲戶型圖發啲資料俾你發啲資料俾你睇下，發啲資料俾你睇提前了解嚇，提前了解到時候回來再帶你去揾備坑，幫你揾填購隻數嚇。天驕豪庭係精裝定毛坯？毛坯江灣1號樓盤填過贏 ALE 江灣1號個樓盤呢有優點有缺點嚇，有優點有缺點。你想幾多房嘅啫？你想3房定係4房？你想3房定係4房？嗱，江灣1號呢佢嗰啲樓盤我要同你講嚇，佢依家呢就係現房嚟個嚇，即買啲裝修入住嚟個佢嗰啲樓盤呢出入比較方便出入比較方便，價錢嚟講呢3000幾4000幾都有啦嚇。佢個優勢呢就近到江邊近到江邊嗰度，所以講呢佢個環境居住環境係冇差㗎嚇，居住環境冇差過。然之後呢佢個最大嘅優勢就係書包比較靚仔嚇，書包比較靚仔，所以講呢係讀二小同埋高中初中部個嚇，佢個書包比石仔嶺平區其他個樓盤個書包呢要靚仔嚇，比其他樓盤個要靚仔佢個缺點就係一個舊規戶型陣籠面積唔夠多陣籠面積唔夠多。然之後呢啲飄窗呢冇能夠拆過飄窗冇能夠拆過。然之後呢佢就離學校有啲遠賣菜賣嘅方便賣菜賣嘅方便適合嗰啲呢手勢賣咁多錢又想在高州揾套房俾細佬讀書，又比較注重細佬個書包個係嘛？嗰啲人呢就比較適合嗰啲位置比較適合嗰啲位置不過呢佢江灣1號呢佢之前呢爛尾地又好耐爛尾地又好耐，所以講呢嗰啲咁個質量方面呢可能呢會有少少有待驗證有少少有待驗證撈緊2日啦，翻埋2啦，好多謝你我下播之後聯繫你下播之後聯繫你cái chiếc con ALE cái chiếc này sẽ chụp mà ALE cho nên 佢我諗下你cho nên 你想江灣1號嗰啲個房你個需求乜嘢呢？或者細佬讀書定點呀？你係直接㗎嘛？ALE 你係直接㗎嘛？你係為咗細佬讀書定點呀？如果你係為咗細佬讀書個想近個，那麼實際令呢硬有兩隻樓盤呢係
價錢差唔多同光威一號價錢差唔多，但係呢佢呢就細農接種方面呢就比較省時省力省心嚇，比較省時省力省心啊。在你那裡買樓要遷戶口過來高州才能小學才能讀書。要睇市級小區啊，要睇市級平區啊，要睇市級平區啊，有啲呢就馬上讀書，有啲馬上遷戶口都得啊，有啲馬上遷戶口都得啊。一片路，你個細農讀嗰種年級嚟咯，你細農讀嗰種年級啊，嗱佢依家呢如果講郊區嘅話，大部分呢都馬使嚇，大部分都馬使嗱，你好似今年三尾嘅嗰個五小係嘛？三尾嘅嗰個五小，今年9月份呢就開學啦嚇，五小啊，9月份就開學嚟講，所以呢但凡嗰啲新學校啊，第一年呢都係馬上遷戶口㗎，都係馬上遷戶口㗎啊！一片路呢，全部加埋一片路。cho nên你上細農來高州讀書係嘛？上細農來高州讀書，你細農讀幾多年級嚟咯？你細農讀幾多年級啊？如果你係讀老城區個學校嘅啊，你100%要遷戶口啊，要100%要遷戶口啊，要100%遷戶口。但係呢老城區個書包呢係高州最優質個嚇最優質個書包都係集中在老城區嚇。都係集中在老城區個啊，所以呢郊區嘅書包呢就一般般嚇咁呢就係郊區同埋老城區嘅區別嚇，郊區同老城區嘅區別老城區你要接受佢嘅缺點係嘛？一個道路狹窄啊，一個經常塞車啊，經常修路啊係嘛？灰塵滾滾啊係嘛？咁呢就佢個缺點係嘛？有嗰啲房係比較老舊嘅嚇，買有咩個新淨個係嘛？乜嘢新淨嘅房嚇？全部呢都係老舊個老舊小區啊係嘛？老舊小區啊都係集中在老城區啦，都係集中在老城區嚇。五小馬子先話嘛？係啊，五小今年第一年嚇，馬上遷戶口個嚇，馬上遷戶口啊，馬上遷戶口。直播間大家都知道嘛？今年9月份啊，又會有2間小學正式投入使用嚇。高州呢有2間新個小學啊，新個校區、新個校園啊，新個校園呢會投入使用嚇。第一隻呢就係三尾嘅嗰個嗰隻五小啊，三尾嘅嗰個五小嚇，五小呢就投入使用嚇。所以講三尾平區嘅話。大部分嘅呢個二中臨近嘅啲小區啊，嗰啲個業主個細農啊，都係回歸五小讀書㗎，都係回歸五小讀書個。佢依家呢有一個新嘅名稱，呢就係叫做高州中學附屬起源學校嚇，叫做高州中學附屬起源學校嚇，幾度嚇？佢起源學校呢包括五小嚇。包括嗰啲五小，然之後呢包括9中嚇，包括9中個嚇，9中呢就未有正開始準備開始起嚇，9中要到28年個9月份正可以正常投入使用嚇，正常投入使用。所以講呢，三尾平區嘅話，今年9月份細農大部分呢都係回五小讀書嚇，有少部分呢係回嗰啲新個11小讀書嚇，新個11小讀書新個11小讀書所以呢未來9月份會有2間小學一個呢就係嗰啲新個五小咯係嘛，然之後呢即呢就係在天基豪庭個前面一度新個11小，有一度高人小學一度高人小學就係幾2間小學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所以講三尾嗰邊大部分呢都係回五小嚇，有少部分呢就係回嗰邊個新嘅11小讀書嚇，新嘅11小讀書以後呢我慢慢講嚇，第一年呢係馬上一定絕對馬上遷戶口㗎，絕對馬上遷戶口
80指出城東4房5房中樓層有咩選擇？伙計4房5房80指嘅話，80指嘅話買有幾多選擇啊？80指買幾多選擇啊？80指嚇。你如果講想新規戶型80指買有嚇，買有4、5房嚇，買有4、5房嚇，買有4、5房中樓層嘅，中樓層係10幾樓嗰啲靚樓層啊，買有咁平嘅伙計嚇。買有舊規戶型可以咪咯？舊規戶型就有嚇，舊規戶型差唔多嚇，舊規戶型廣華苑嗰啲廣華苑嗰啲80指左右嚇，中等樓層4房會有選擇嚇，4房嗰隻木廣華苑東二一品嗰啲寫乜嘢？廣華苑東二一品廣華苑東二一品嗰啲呢都係現房嚇，現房即係只將攞入字嚟講將呢嗰啲現新舊規戶型舊規戶型呢，成都嗰邊嘅舊規戶型呢，將絕大部分呢都係屬於現房新規戶型呢絕大部分呢都屬於期房屬於期房木你一齊做報金木你一齊做報金嘛？新規買有咁平嘅低樓層呢可能就會有低樓層會有直播間伙計係有乜問題即講得真嚇，你想了解是隻平區是隻小區嘅房，我哋都可以將佢名稱打咗公明上嚟嚇。嗱，佢依家呢高州有2隻9月份呢有2間小學正式投入使用嚇，2間小學正式投入使用，就係坐喺幾度城東個一小部分，然之後呢就包括三美個大部分平區咯，係嘛？估計呢以幾條線為界係嘛？幾邊呢都係會5小讀書嘅嚇，都係5小讀書嚟個，所以呢5小一起好嘅話，三美平區呢就馬西去其他地方讀書嚟噶嚇，三美呢就有自己小學嚟嚇，有自己小學嚟。嗱，幾隻呢就會幾科登定呢就會新個小一小咯，係嘛？新個小一小嚇，所以呢三美大部分呢就會5小，小部分呢就會幾隻新個小一小讀書嚇。你包括城東平區個係嘛？有部分嚇，有部分係會嗰啲新嘅小一小讀書嚇，新嘅小一小讀書90指左右都會有嚇，90指左右嚇，90指左右會有木，你城東邊個房你要睇過 CCTV 嘛啦？城東邊個新規戶型你要睇過 CCTV 無城悅景城東雅苑天和府有天高豪庭嗰啲係嘛？有城東花園嗰啲都係新規戶型嚇，呢啲都係新規戶型都係新規戶型。個木，嗱你如果想去睇個，想有咁多帶你睇，幫你備慳個，幫你揾停購隻數個，那麼你可以點到關注嚇，再點下低點車，廣告帶你睇嗰啲一手房，廣告呢就係你高州所有嘅一手房嚇，帶你睇某些收你任何費用個，我要幫你備慳，幫你規避嗰啲不利因素，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停購價嚇，幾啲呢就跟廣告去買一手房個價值所在嚇，直播間伙計係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嚇，你想了解是隻平區是隻小區個房個，你都可以將個名稱打出公屏上嚟嚇。嗱，城東嗰邊個價錢呢之前呢一直都係5000幾到9000蚊左右嚇。嗱，佢依家呢有隻開發商係屬於國企個現房嘅樓盤嚇。依家呢就在城東嗰邊呢，廣告帶你睇，可以幫你做到4字頭嚇，可以幫你做到4字頭單價做到4字頭個房，係國企嚇，質量呢有保障嚇，質量有保障所以講呢，上城東嗰邊第一手貨嘅伙計你可以點到關注，點到關注再點下低兩車廣告可以帶你去睇可以發啲資料俾你睇嚇，可以發啲資料俾你睇
隨行幾多錢？你問嘅隨行金網府定係隨行商城啊？你問嘅隨行金網府定係隨行商城啊？即係你食仔領平區嘅話，佢而家目前個價錢你都冇貴嚇，3000幾、4000幾啲大把乸嚟嚇，3000幾、4000幾大把乸嚟啊，大把乸嚟嚇。即係我哋高州個房啊，高州個房嚟講，你郊區嘅依家呢係比較平嚟講嚇。馬到之前係咪咯？高峰時期郊區呢就去到咩嘅6000幾、7000幾係嘛？佢依家呢直接腰斬係3000幾、4000幾大把乸嚟嚇，大把乸嘅啊！你包括三尾都有三字頭個房嚇，新規個三字頭個房都有嚇，三字頭個房都有啊，三字頭個房都有嚇，三尾平區嚇，三尾平區。食仔領樂天啊，低2000蚊都有嚇，咪先講二手房嚇，樂天2000蚊都有嚇，2000蚊都有無批嚇，2000蚊都有啊。不過呢佢係屬於二手房嚇，二手房啊。樂天啊低啲位置呢就將居住嚟講比較冇錯嚇，居住嚟講比較冇錯，但呢如果講到讀書嘅話呢就稍微遠少少嚇，啊稍微遠少少係嘛啊。乜嘢樓房4000幾？92四嘅直播嘅你點關注未？未點關注嘅你先點關注正嚇，點到關注個再點下底了款車，再點下底了款車廣告下播之後，發啲副型圖，發啲資料俾你睇嚇，發啲副型圖，發啲資料俾你睇啊。黃柳穗，天熱吉祥，還有乜嘢個靚樓層？話有家私送嘛？有啊有嚇，跟廣告帶你睇，唔單止有家私送俾你嚇，可以幫你揾到20年車位使用權，將咧人家可以俾你幫你揾10年個廣告可以帶你睇，可以幫你揾20年車位使用權嚇有啲流動嚇，一啲流動12棟嗰啲11、12棟啲可以配埋家私俾你嚇，可以配埋家私俾你嚇。所以講黃柳穗。黃柳穗你點關注未？未點關注你先點關注正嚇，先點關注正啊！天熱吉祥在整個寶崗坪區嚟講佢個價錢呢係算比較抵手個嚇，算比較抵手個將啲寶崗坪區佢而家呢在售個大細嘅樓盤呢有四隻咁多嚇將啲有職樓盤有啲樓盤碧茂園嗰啲樓盤呢講講呢就買係嘅推薦買嘅推薦，畢竟呢佢個資金有問題嚇因為呢寶崗坪區業貿揭樓盤價錢嚟講呢係咪咯？3000幾、4000幾亦有好多選擇嘅嚇你好似天熱吉祥係咪咯？3000大幾蚊，3000大幾蚊亦都可以3000大幾蚊亦都可以幫你揾到講可以可以幫你爭取到亦可以跟你爭取得到，大裝修我都有大裝修我都有而家咪價3000幾、4000幾大裝修都係3000幾蚊就喺度都得啦跟廣告去買3000大幾蚊廣告都可以幫你申請到都有啲有啲樓層有啲戶型可以幫你爭取到有黃柳穗上個睇咪咯？黃柳穗你有睇過天熱吉祥咪咯？你有睇過天熱吉祥嘛？未去睇過你點到關注點到關注再點下睇了款車再點下睇了款車嗱佢依家呢寶崗坪區有世界花園，有天熱吉祥，有南港玉龍灣2期係嘛？星月灣嗰啲唔使講句嗰啲直接拋售咗佢直接拋售咗佢直接拋售咗佢價錢嚟講係3000幾、4000幾都有黃柳穗你係為咗細窿讀書定點呀？你係為咗細窿讀書定係你即係你考慮寶崗坪區你係為咗細窿讀書定點樣咯？係乜原因考慮寶崗坪區如果講細窿讀書嘅話，那麼寶崗坪區呢有2隻樓盤，有2隻樓盤係比較近學校個將呢近學校呢肯定係方便好多係咪咯？將呢接送細窿省時省力省心嗰啲呢就係比較實在㗎比較實在個但係如果講想性價比高個係嘛，想緊個那麼寶崗坪區係好似天熱吉祥佢。性價比呢就比較高性價比比較高，但係呢佢缺點就係離學校遠啲係嘛，離學校稍微遠啲，買菜呢買幾方便買菜買幾方便
因任何一樓盤呢都有佢嘅優缺點嘅嚇，買咗都10年10米多個嚇，買咗都10年10米多個嚇，性價比高又要讀書學書包方便，性價比高。咁你可以考慮南關躍龍灣，或者講係世界花園嚇，幾靚啲樓盤，將高州所有嘅樓盤，廣工呢都代理嚇，廣工都代理，廣工可以帶你去現場，幫你對比分析，幫你避坑，幫你篩別嗰啲不利因素嚇，幫你篩別嗰啲不利因素睇啱嘅話，廣工仲可以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填購價嚇，最優惠嘅填購價啊。寶崗嗰邊世界花園呢，佢就係小學呢近到八小，初中呢回八中嚇，初中呢就回八中啊。南關躍龍灣呢佢就係將小學呢就北崗小學係嘛，初中呢就係高一中學附屬中學，高一中學初中部高一中學初中部啊，所以呢佢所屬個學校啊，即係去讀個學校呢，馬同嚇，佢靚啲樓盤，呢都係近學校，但呢讀個學校呢就唔一樣嚇，讀個學校唔一樣啊。黃老師嗱，你如果想去睇過嗱，你先點到關注證嚇，再點下載你會即係廣告下播之後，廣告下播之後聯繫你嚇，天意吉祥邊度個書包係嘛？天意吉祥呢佢就係回嘅職北崗小學啊，回嘅職北崗小學，嘅職個南關躍龍灣隔離嘅職北崗小學啊，然之後呢佢個中書包即係初中啊，中書包呢就回八中個嚇，回八中讀書個嗱，天意吉祥就計嚇，然之後呢就跟佢來嚇。就來到計就係嗰隻北崗小學嚇，初中呢就要過大馬路，要去到過咗207國道呢就去到嗰邊領創後輩嗰度嚇，領創後輩嗰度就八中嚇，領創後輩嗰度八中啊，所以呢佢就離學校呢就稍微遠啲啊，買菜呢就買係幾方便啊，買菜買幾方便啊，跟過嘅話南關躍龍灣呢佢就又近學校，書包呢就小書包同八小呢，北崗小學同八小呢差唔多個嚇，北崗小學同八小差唔多，就係中書包買一樣嚇，中書包嘅話，南關躍龍灣呢就高一中學初中部個，然之後呢天意吉祥同埋世界花園呢就係八中個嚇，講到書包靚仔個肯定係高一中學初中部嗰邊嚇，高一中學初中部嗰邊個啊。城東病區有總價50萬至左右嘅稅房買有科技嚇，924嘅支科技買有嚇，買有，3米有嚇，3米有，3米有冇咯？3米或者講其他郊區寶崗石仔嶺都有嚇，城東邊咪有，城東嗰邊個4房嘅話，我就同你講啊，城東邊個4房最少呢都要去到60幾萬起嚇，最少都要去到60幾萬起嚇，60幾萬起。所以講咧，你講你想50萬至個4房嘅話呢，3米要麼你3米，要麼你就係寶崗石仔嶺都有嚇，石仔嶺都有啊。五小和高一中學附屬起源學校係矛盾嘅嘛？嗰啲玉珠係屬於即係佢5小係屬於起源學校嘅一部分。起源學校呢，佢係包括小學、包括初中嘅嚇。所以呢，起源學校呢，佢就小學呢就5小嚇，小學呢就係回5小讀書個嚇，回5小讀書個。嗱。我打開個 VR 圖俾大家睇睇，打 VR 圖俾大家睇睇。嗱，幾度呢就係起源學校起源學校，大家見到嘛？即5字嗰度嚇，嗰即5字，佢依家拆緊爬山嚇，
嘅東定，嘅東定咧就係起源學校嚇，起源學校嘅方咧就係小學部分，小學部分5小啊，大家見到嘛？即5字嚇，即5字已經拆埋山嚇。幾度9中咧，幾度9中咧就未有開始起嚇。佢個開學時間咧就係28年個9月份嚇，28年個9月份啊，所以講下一生咧就一度起源學校嚇，下一生一度起源學校。之後咧三美片區嘅話，如果講幾方定啊起好嘅話，那麼整個三美片區咧就馬上去其他地讀書嚟講啊，幾舊年之前咧都係要去到人家嘅地盤，要去到人家地盤嚟讀書個啊。你好似係咪咯？小學要舊年嘅話去高明係嘛？再前年嘅話咧就去高文係嘛？再之前呢哋就要去到舊城區裏頭個嗰啲小學啊、初中啊係嘛，都係去到舊城區個。嗱，屋企起源學校起好嘅話，可以解決整個三美片區個神農讀書個問題嚇。隨自己片區就可以讀書嘅嚇，就可以讀書嘅嚇。保利有50萬字左右咁嘛？保利個50萬字左右嘅地方而買有嚇，買有啊。保利個三房咧都要去到40幾萬嚇，三房去到40幾萬50萬左右嚇，三房。因為咧保利嘅話，保利嗰啲房嘅話，佢依家咧成到賣幾多咧？一期啊成到賣幾多套咧？佢成到嗰啲90方個三房啊，90方個三房係40幾萬嚇，大中樓嘅50幾萬嚇，大中樓就50幾萬啊。如果講你想食一嶺低個有啊，食一嶺近到小山中個近到小山中個兩支樓盤50幾萬50幾萬都有得選嚇，50萬有得選嘅。三美片區嘅話50萬左右，50萬字嘅話有隻樓盤咧係可以揾到5房嚇，40即係講40大幾萬50萬左右啊。就可以揾到4房50幾萬你就可以揾到5房嚟個嚇，可以揾到5房咧。三美有隻樓盤開戶型可以改4房嗎？你講保利嘅咩？保利嘅馬哥都4房啦，馬哥都4房，90個方點你改到4房都㗎，馬哥都個嚇，馬哥都嗰個馬哥都個。三美片區兩萬證9245支貨計，9245支貨計，三美片區兩萬證。如果你想性價比高過三美片區有啲新規戶型嘅樓盤4房㗎，115方嘅4房嘅話，110方嘅4房嘅話就40幾萬得啦嚇，40幾萬得啦，馬式50萬40幾萬得啦所以講呢樓價嘅嘢、房價嘅嘢係嘛，你要睇市片區嚇，要睇市片區。高州過嚟講呢，肯定係城東最貴嚇，肯定城東最貴。其次呢就三美片區，然之後呢再到寶崗石仔嶺嚇，再到寶崗石仔嶺嚇，寶崗石仔嶺。9245支貨計嗱，講啲好快下播啦嚇，好快下播嚟講嗱，你如果想了解詳情個，你可以點到關注嘅嚇，9245支貨計尾數，9245支貨計尾數嗰支貨計嗱，你可以點到關注再點下載呢款車嚇，講下播之後同你1對1溝通嚇，講你準備好快下播嚟嚇，佢已經係9點10幾分鐘啦嚇，9點10幾分鐘嚇，包裝啦嘛，麻包裝啦嚇，40幾萬就麻包裝啦嚇，貨計麻包裝咯。如果你想大裝修個想50零萬隻屋個，想50零萬隻屋個，嗱麼寶崗片區有嚇，想了解詳情個，你點到關注點到關注再點下睇呢款車嚇，貨計再點下睇呢款車，點關注就啱咪？點關注啊？你再點下睇呢款車嚇，講哥就要下播啦嚇，想了解詳情個下播之後1對1溝通嚇，1對1溝通
直播間伙計嗱，講講直播咧，就咪今日直播到此為止嚇，直播到此為止。講講再喺呢度打廣告啫嚇。嗱，講講你就講咗就嚟搞你個房產如果你近期想在廣州買房，買識得點選，又怕慘，又怕買錯，又怕買貴個，你都可以點到關注。後期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嚟廣州直播間，大家諮詢下交流下關於廣州房產嘅問題嚇。你想去睇一手房個？咁哥呢亦可以帶你去睇嗰啲一手房嗰個帶你睇呢，馬上收你任何費用個，可以幫你避坑，幫你規避佢不利因素，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填口價。你想二手房個，廣哥手上有好多二手房嘅房源，有好多整棟個地皮商鋪別墅嗰啲呢都有好多房源都有好多房源人均選擇人均選擇係嘛？所以講呢，你想去睇房個都可以聯繫廣哥，或者你有二手房想放賣個係嘛，想急售個你亦可以來廣哥直播間可以有廣哥幫你放盤有廣哥幫你放盤廣哥依家係逢周一、3、5日晚上直播間8點10分呢，出直播間直播個買有特殊情況係8點10分出直播間直播所以講呢，有任何關於高州房產嘅問題你都可以來廣哥直播間，大家諮詢下交流下好的924已經新城嘅房可以嘛？已經新城將呢佢係比較偏向於大戶型比較偏向於大戶型廣哥呢琴日發嗰啲視頻，嗰套房比較抵手嗰套房比較抵手將性價比比較高所以講咁我Anibc伙計嗱，你如果想了解詳情個，你可以點到關注，再點下底了本車，廣哥就要下播啦廣哥就要下播啦你如果想了解詳情個廣哥可以下播之後同你聯繫，發啲視頻發啲資料俾你睇或者可以帶你睇，關注拜拜